恁着感谢耶和华，求叫伊的名，伫万百姓的中间保养伊的所做，着伊来吟诗，伊唱歌学乐，谈论伊一切奇妙的所行。敬拜好咯。兄弟姊妹，大家平安。平安。看到咱倒来到伫圣殿遮来敬拜，这是一个真好的记号，就是咱充满健康。阿门吗？阿门。伫圣经内面有讲，上帝伊要赏赐咱平安，迄个平安是赢过世界所会当互咱的平安。所以咱伫即个时，咱是充满真实的平安，所以咱要来到伫主的面前来敬拜伊。虽然有侪兄弟，因需要伫厝内透过直播，上帝嘛甲遮个看直播的兄弟姊妹，甲恁三甲伫地，上帝嘛享受恁完全的平安。即个时，牧师邀请咱兄弟，要用热情，用咱的快乐，用咱的喜乐，咱要来敬拜咱的上帝，请咱起立，请咱起立。牧师邀请咱将咱的双手举起，咱要来邀请圣神甲咱同在。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咱这回来讲，圣神，我邀请你；圣神，我邀请你；圣神，我欢迎你；圣神，我欢迎你；圣神，我较无你；圣神，我较无你。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主，阮感谢阿乐你，主啊，伫今仔日透早，阮就看见这个日光。因为主，阮看见日光的时，就知影主你甲阮同在。因为你掌管这宇宙万有，互阮看见上帝你的疼，每一时每一刻，拢甲阮同徛起。主，阮来到伫你的圣殿，阮就是要来调记你，因为阮知你是享受快乐、享受平安、享受健康、享受医治的上帝。阮毋要担心阿乐你的名。因为你是万有，是关联，是迄个荣耀的上帝。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这个时，咱要用主教是咱的祈祷文，咱要三甲来祈祷讲：愿伫天灵的爸，愿你的名圣，你的国临到，你的旨意伫城，伫地里亲像伫天里。阮的日食今仔日予阮，赦免阮的辜负，亲像阮也有赦免辜负阮的人，无得带阮入地狱。就救阮脱离迄个歹个，因为国、权、能、荣光，拢是你所有，代代无尽。阿门。哈利路亚！主听咱，所以伊将平安甲喜乐赏赐予咱。咱应该爱用心心事来到伊的面前来学罗伊的名。哈利路亚！来，咱做伙来敬拜伊。因为我在所
咱得到伊的恩典，咱将破声，将一切荣耀归予咱的上帝。哈利路亚！咱一生当中拢一直咧挑找咱的幸福，其实幸福会使足简单的，只要咱来到主的面头前，咱来学落伊，咱会使领受伊互咱的丰富的恩典。咱的恩典有够额，佫会使分享予别人，这就是幸福。圣经是咱的智慧，是咱的气力。咱爱明白咱的主，咱就会得到简单的幸福。哈利路亚！想象中有一个幸福天地，分分秒秒踩在云端里，好像幸福只存在童话故事里。自从耶稣进入我的生命，心中眼睛被主爱开启，看见幸福的天地就在我心里。它并不是遥不可及，也不需要完美主义，它是真实而简单的。好不好？我们一起用舞蹈来，一起来赞美我们的神。哈利路亚！幸福是珍惜现在拥有的，感谢上帝公义。幸福是分享自己领受的，要别人的利益。幸福是相信圣经所写的，每句都是真理。幸福是卸下重担给上帝，因他必看顾你。哈利路亚！让我们用更喜乐的心，我们再次的来敬拜我们的神。哈利路亚！想象中有一个幸福天地，分分秒秒踩在云端里，好像幸福只存在童话故事里。自从耶稣进入我的生命，心中眼睛被主爱开启，看见幸福的天地就在我心里。它并不是遥不可及，也不需要完美主义，它是真实而简单的。我在主爱里，幸福是珍惜现在拥有的，感谢上帝公义。幸福是分享自己领受的，要别人的利益。幸福是相信圣经所写的，每句都是真理。幸福是卸下重担给上帝，因他必看顾你。他并不遥不可及。它并不是遥不可及，也不需要完美主义，它是真实而简单的。我在主爱里，幸福是珍惜现在拥有的，感谢上帝公义。幸福是分享自己领受的，要别人的利益。幸福是相信圣经所写的，每句都是真理。幸福是卸下重担给上帝，因他必看顾你。幸福是卸下重担给上帝，因他必看顾你。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每一个兄弟，咱拢追求这个幸福，但是幸福对倒落来，对咱的上帝来，伫这个时拄着这个瘟疫的时，全世界拢在流行。兄弟姊妹，你的心怎样？咱感谢上帝，拣选咱成做伊的百姓，所以伫这个大家心恐慌的时，咱的心伫主的内面、基督内面有迄个平安，阿门吗？阿门。所以咱要用一个平安喜乐的心，咱要来唱这条歌。当时咧唱这条歌的时阵，咱嘛为着咱的世界，为着咱的国家，
互这瘟疫会当紧紧过去，求上帝亲自来掌管，阿门。咱做回来，吟这条来敬拜，哈利路亚。主啊，阮当时是咱合一家主席，也祈祷到你面前，到主的面前，愿要离开所有的罪恶，我心永远本对你，主愿拢是属你的百姓，受使愿天父的心，请免阮的罪单来负去，愿你的国降临，哦，阮求记你的名，你才是你的无错。主心看阮，搁听阮的声，奉主名的祈求，万民拢要来敬拜你，因要搁愈你的信仰。哦，你全地全人的阮哦，敬拜欢迎你，恳求天的伯，阮求天，咱亲切来恳求天的伯。你才是你的无错。主心看阮，搁听阮的声，奉主名的祈求，万民拢要来敬拜你，因要搁愈你的信仰。哦，你全地全人的君王，敬拜欢迎你。也这一时咱要来祈祷，为着即届全世界流行的疫情，咱每一个基督徒拢有迄个责任，将咱所信的主，咱的祈祷、咱的恳求的溃力来分到伫即个土地。所以即个时牧师要邀请咱举起咱的双手，咱来为着即届有疫情，咱求上帝来帮咱，或者个病毒会当互咱的科学人员紧紧来研究出迄个疫苗，也会当紧紧来得到控制，嘛安慰这个死失的人，特别上帝嘛保守咱的台湾，咱的国家，互咱伫即摆咱做真好的模范。上帝来帮咱的部长是啥物人？陈时中，伊是一个足死忠的人哦吼，所以咱为着伊。为着伊的团队，为着医护人员，咱为着因祈祷的时阵，上帝是要带互因平安，带来祝福咱。开始来祈祷，1、2、3，哈利路亚！主啊，阮感谢你，主，阮要为着即届阮所拄着的瘟疫，主啊，阮要活转来到伫主你的面前，因为主阮知，因为阮有做伫你面前得罪上帝，得罪人，主啊，求你来赦免阮。互阮知，阮着爱清气伫你的面前。主啊，求你来看顾，互阮的陈时中部长，主啊，保守这第一线这团队，互伊对主来有得到智慧，来怎样继续做这个防疫的工作。主啊，你也来帮助全世界，伫欧美的国家，即摆疫情非常的严重。主啊，因遐阁无有迄个喙暗，主因的心真正无迄个方向。
但是主啊，只有徛起伫你的内面，你才是阮的方向。求主你来看顾全世界，也为着你的百姓，将这瘟疫会咱来除去。因为只有源头伫阮的罪来到伫主你的面前的时阵，主，阮相信你就要听阮的祈祷，保守阮的台湾，才会第一线医护人员，因每一日无眠无日伫遐来看护。主啊，你手术因会当抵挡这的病毒，搁予因有健康的心，予因有健康的灵，予因有健康的魂。主啊，伫你的面前，阮伫遮衷心的恳求，感谢主，感谢主，因为你伫地，阮就得到平安。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恳求咱天父的名。保守咱台湾，咱伫遮用诗歌俄勒称颂伊的名，因为伊的名要透到伫万代万邦万民，阿门吗？咱将咱的炮声俄勒归伫咱的主，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兄弟请坐。这时，咱要来共读圣经，记载伫旧约圣经撒母耳上卷第17章第42节到第50节。咱做伙来共读，请。迄个非利士人行起来看见大卫，就看轻伊，因为伊少岁，色泽赤，面貌好看。迄个非利士人甲大卫讲：“我惊是狗吗？你才行拐仔来我遮。”非利士人就指家己的上帝咒诅大卫。迄个非利士人阁甲大卫讲：“你来我遮，我要用你的肉，互空中的飞鸟，甲田野的野兽。”大卫对迄个非利士人讲：“你来我滚我，是用刀、用枪、用剑；我来我滚你，是用万军耶和华的名，以色列军队的上帝，就是你所藐视的。今仔日耶和华要将你交伫我的手，我要拍死你，杀你的头壳。今仔日我要将非利士人军兵的生死、空中的飞鸟、地上的野兽，互普天下的人知，以色列有上帝。搁互遮个规群的人知，耶和华救人，毋是用刀，也毋是用枪，因为交战的事在伫耶和华。伊要将恁交伫阮的手，迄个非利士人起来，进军我要接大卫，大卫也赶紧行，军队要接非利士人。大卫伸手入地仔来摕一个石仔出来，用手
开去，射着非利士人的头壳，石仔沉入头兄，伊就倒落去，面趴伫地里。安尼大兵用鱼手甲石仔较赢非利士人，拍死伊，总是大兵的手无刀。愿上帝话踮伫咱的心内，即时要请本堂的主任牧师周牧师来讲道，伊的题目是挺身而出，回应挑战。所听的姊妹大家平安。哇，咱今仔日这段经文吼，考到咱的主恩执事吼，总是伊真用心来读。我相信咱安尼读，虽然无真顺，毋过咱拢知影这个故事。这个故事是大卫太赢哥利亚的故事吼。今仔日咱要透过这段经文，咱做伙来思考这个题目。好无？伫这个时阵，请咱大家起立，咱来宣告上帝的话语。来，上帝启示的圣经是我性命的宝藏，快乐的源头，选择的根据。现在我要领受真理，我用信心宣告，我的心门大开，灵魂精英，我为力上加力，温上加温，奉主耶稣的名，阿门。请坐。这段经文，咱会当来思考这个题目，要安怎会当勇敢站起来回应挑战，是你我每一天，其实咱拢会拄到的吼。伫咱的生活中间，咱有大大小小的事，有时对咱来讲是真简单做一个决定就会当来解决。总是有一寡代志，却毋是讲一两日就会当来决定。这个事咱必须要更较三思，更较用智慧来面对。这个伫咱的生活内面，其实有分三种的赞处哦。为着生活生存，咱会来工作打拼。当然，在找工作是一个智慧的选择。你要入什么行，来做什么事，会当透过这个来表达咱是基督徒。会当贡献这个社会，嘛会当建立咱的家庭。伫生活的中间，咱嘛是会拄到一寡种种的一个挑战。伫生活内面，咱要安怎会当活出迄个基督的盼味？搁有伫生命内面更较重要。基督徒的生命绝对甲一般社会人的生命无共款，因为咱是属天的伦理来伫定义咱的生命，用属天的观念。来伫执行咱正做基督徒伫即个地面上，咱所讲、所行、所做一切。所以基督徒的咱咱伫逐日拢会面对这个挑战。总是咱看伫当时扫罗王带着以色列的大军去到伫即个战场的顶面，面对的是非利士的高强大汉的即个哥利亚伊真正是无法度。总是咱看上帝就差派一个少年的叫做大卫来打败这个敌人吼。伫这个过程，咱会当搁一摆来思考讲是咱若面对着挑战的时阵，咱若惊吓的心，当然咱就已经输一半去对无？所以咱毋免惊挑战，任何的挑战对咱来讲，拢是帮助咱，甚至讲是逼咱成功啦。逼咱，互咱更较集中气力、集中精神、集中思考，来看要安怎来面对这。当咱来当有勇气来面对的时阵，哇，对咱的人生的经历是一个真大的一个帮助。不止家己会当得到帮助哦，伫咱的生活，若有人有缘面对着这款的挑战困境，咱嘛会当来成做伊的帮助者。哇，这是咱基督徒真好的一件代志吼。所以咱讲免惊挑战，只要有信心来。是，免惊挑战，只要有勇气来。是，哇，这是伫咱今仔经文，咱会当来思考的吼。今仔透过这段经文的前后这个故事，牧师提出这个，甲咱来思考。咱的心若是打兄的时阵，咱的气力
就未逝去吼。总是咱嘛会当来思考，咱的心会惊吓，会胆怯，这是敢是上帝予咱的？应该是毋是哦？吼，咱若要好好来思考，其实迄是对敌来，对撒旦对咱的攻击呢。咱看扫罗王啊，伊面对着一个对敌，这个对敌是非利士的勇士。啊，非利士的勇士照圣经所记载哦，啊，伊是悬300公尺啦，300公分啦吼，公尺惊咱，300公分是差不多偌济，你敢知？比这较悬，比这个厝顶较悬。咱的厝顶这个大概上悬是差不多2.8米啦，吼，啊，佮加20公分，你再甲思考。咱徛牧师若拄着即个人吼，爱举楼梯，才会当看到伊的目睭啊！吼，哇，即个人高强大汉哦，啊，伊穿的正甲57公斤，吼，你看，咱若摸一个57公斤的物件，咱敢有法度去做啥物代志？毋过伊的正甲是57公斤哦，不但安尼哦，伊迄支枪的头啊，照圣经咱来换算起来是7公斤啊！吼，迄支枪的铁哦，头前迄个铁的头是7公斤。哇，咱摕7公斤的物件，要咱甲人战争，哇，咱会当可见，即个人毋是高强大汉尔，真正咱讲的是巨人安尼吼，徛伫遐大声喊话，礼骂，吼，讲恁以色列人，恁这毋是耶和华上帝的子民吗？恁的上帝伫倒落？来甲我战争，若赢我就认输拜恁的上帝，有无？哇，总是咱会当去思考讲，哇，啊，即个耶和华上帝以色列的百姓遮的，为什么大家拢揪起来？有影呢？伊面对的是即个遐尼个勇猛的一个勇士。毋过圣经嘛有记载，毋是吗？讲扫罗伊安那，上帝呼召伊的时阵啊，在形容伊是安那，伊是高强大汉的呢。吼，伊是伫以色列人的中间，加人一粒头的呢。哇！啊，毋过咱看，包括扫罗王，包括所有伊手下遮将军，逐个拢密伫石头后壁，伫遐皮皮喘。嘿，伫即个情形内面，咱就会当思考讲，为什么扫罗会安尼？伊毋是有上帝通挖靠吗？啊，咱若较头前看，咱就了解，原来扫罗，上帝爱伊去打败亚玛力人，吼，上帝互伊有气力、有智慧，真正来打败亚玛力人哦。这是上帝有甲伊吩咐，亚玛力人所有的都爱造灭，所有的物件拢都爱烧尽。毋过圣经记载讲安那，扫罗王看到哇，伫亚玛力的城内面，竟然有遮样的水肥嫩的油，哇，阁有遐尼在好的炉啊，好的遮精心，哇，伊感觉讲吼，这个烧掉足可惜的，敢毋是？哇！这百姓就讲对啊，这物件啊，这拢好诶，咱就要甲烧掉啊！王啊，毋免吧，咱烧遐较歹就会使啊！啊，这人咱已经照上帝的迄落，应甲因拍败啊嘛！哇！扫罗王圣经就记载讲，伊就安那真正老食诶哦，吼，变做家己会侍从起来。哇！上帝就差派先知甲伊讲哦，后来伊安那讲，因为我惊百姓。我就听叹因的话啦，然后我就违逆上帝的命令，还是怎样？这个理由吼，互咱感觉讲，你若毋是有贪心，伊就袂听叹百姓的话，所以伊嘛是摕别人做挡箭牌。哇，咱看，所以咱看，因为迄个时阵，这个时阵了后，圣经就安尼记载讲，耶和华的灵就离开扫罗。耶和华的灵就离开扫罗，一个本来有上帝的灵同在、有圣神同在的人，伊所做的工啊，伊所看见的，拢是用上帝的眼光来看。总是当耶和华的灵离开伊了后，伊拢用人的眼光来看四周围遮的困难，所以伊当然是惊吓。总是伫这个时阵真特别，大笔少年的大笔，互老爸所差遣，就爱去沙场去看伊的兄哥，摕一寡物件来帮衬伊的兄哥。就伫迄个时阵，少年的大笔讲：啊，这个战争卡是安尼，啊，这救仇对敌伫遐大声喊话，
咱只要拢求伫遮，哪像迄缩头乌龟安尼，较会是安尼。哇，虽然大笔是少年，阁无真大汉，毋过伊诶内心是勇敢的，伊诶内心是有上帝甲伊同在哦。所以咱看，当伊安尼看见安尼了后，伊想讲来，我代表我代表即个耶和华上帝这边来甲即个定高机有无？哇！即个扫罗王讲，哇，你安尼啊，你穿安尼啊，你是牧羊的人咧，你穿即个毋是正甲衫要互穿过了安那？扫罗大菜啊，怎穿迄个安那？咱讲啥物？这穿啥物甲？哇，伤大领，袂顶袂动，所以伊就腾起来。哇！伊就家己照伊原来的样相，就去到遐所以伊就甲对方讲，伫遐看伊，对方看伊安尼，看轻伊伊就讲：你来攻击我，是靠着刀，靠着枪总是我来攻击你，是靠着万军耶和华的名。哇！大笔真清楚，伊所挖靠的是甚物？兄弟姊妹，伫咱的生活中间，咱一定会有受到挑战。虽然咱有这个挑战，上帝要将这个挑战甲咱刷开。毋过，咱爱深知影，伫咱内面的比这个世界较大。这是约翰一书4章4节甲咱讲的讲世囝，你是属上帝的，是赢过因的，因为伫你内面的比伫这个世界较大。兄弟姊妹，伫咱内面的，伫咱内面的，迄个上帝甲咱同在。迄个圣神临在伫咱内面，互咱信心，互咱勇气，互咱快乐。迄个绝对是赢过这个世界，因为伫咱内面的是创造宇宙世界，是掌管宇宙万物的主上帝。所以咱看，代表有即款的表露，通互咱知影，惊吓、软弱，这是撒旦的伎俩啦。这是撒旦的一个步数。要互咱安那惊吓，然后就挫败。所以兄弟姊妹，每一摆咱若惊吓时阵，咱求上帝帮助咱，互咱搁一摆较济安静落来，定心来思考。搁一摆咱拄着这个代志，毋知影要如何，要正平，要倒平，要进前，要退后的时阵，求上帝互咱迄个时阵，透过圣神临在咱，互咱有一个平静安稳的心。因为伫平静安稳内面。上帝予咱的智慧，上帝予咱的话语，就伫迄个时阵会当提醒咱、帮助咱。这是伫生活内面，基督徒咱会当看见。第二，咱嘛爱亲像大笔安尼会当去看见、了解迄个对敌到底是甚物伫咱的生活内面，其实咱拢会拄着歌利亚，就是讲咱感觉讲哇，这粒石头咱搬袂过。这个山岭咱爬袂过，这个困境、这个门咱拍袂开，已经阻挡咱。总是咱若清楚，迄是歌利亚，迄个是对敌所下的这个阻挡，要互咱袂当亲近上帝，要互咱感觉亲像上帝袂当帮助咱一般样。那安尼，咱就求上帝帮助，互咱会当更较清楚，这个。是咱属灵的精神，伫咱生命内面，咱一定有歌利亚，一定有歌利亚，甚至到即马，咱也毋敢来面对伊，咱阁犹原秘伫迄个石头旁后壁，因为咱惊吓，咱宁可无看到伊，伊伫遐大声细声在对咱挑战，咱宁可伫后壁当作无听到，马尼东风一般样。咱无在意伊的存在，总是伊犹原伫咱的生命内面被阻挡咱呢。兄弟姊妹，这是咱爱面对的咱看，什么人是你的歌利亚？咱来看圣经内面80岁上帝呼召的摩西，伊会当讲我已经80岁啊，遮老啊，上帝你要叫我做啥？其实伊会当安尼来安那回绝上帝的呼召，总是。上帝知影，其实伊心内面的有一个歌利亚，就是伊努力要为着伊的百姓来拍拼的时阵，伊诚做埃及王子，
伊嘛会当真做伊的百姓的帮衬、的倚靠的时阵，伫迄个时阵伊失败，伊真做逃亡的人，所以迄个阴影永远拢伫伊的心内面。迄就是伊生命内面40岁以前伊所拄着的歌利亚，到经历40年，伊犹原还未甲即个歌利亚看赢，因为伊宁可要做一个牧羊的人，伫旷野，伫迄搭遐来牧这羊，因为来牧羊较无困难，对无？吼，这羊啊，只要互食甲饱，安尼就好啊。总是上帝呼召伊。就是爱伊对付伊内心迄个歌利亚，所以伊一直回转上帝，总是上帝一直用新约技术，互伊知影，这位上帝甲伊同在，伊就会当将内心迄个歌利亚较赢拍破，然后伊就会当行使上帝要互伊的即个历史上上界伟大的一个使命。兄弟姊妹，这是咱所熟悉的一个故事。咱看保罗，伊做扫罗以前，哇，凭伊的身份背景学历，伊拢会当成做一个当时真互人看重，伫社会真有地位的人。这是上帝兴起伊，成做一个外邦的使者来传福音。毋过伊嘛有伊的歌利亚，迄个歌利亚可能无真侪人知影，总是迄个歌利亚。保罗伊家己讲，迄是伊的一支刺，迄是伊的一支刺。有人讲伊是可能是目睭较歹，所以伊爱写大字。哇，目睭歹，伊要写字，伊爱写遐一批。迄是足迄无简单的代志吼。有的人会讲可能伊是安那，看起来就少年，就看起来足老，因为安那伊秃头所以伊拢感觉真无面子。无论安怎。保罗到底这支刺是甚物？咱毋知影。毋过这支刺，伊讲伊3摆甲上帝求，上帝讲我会运教业利用。兄弟姊妹，透过安尼，伊会当拍破伊心内这支刺，会当来面对伊传福音的时阵，更较有信心来成就上帝的工。那安尼，咱嘛要来思考，伫你现在。可能伫你过去的经历内面，也是你细汉生活的过程中间，可能你有面对歌利亚，可能你互歌利亚拍败，到即马你永远无爱去面对伊哦。兄弟姊妹，愿上帝帮助咱，互咱会当看见即个勇敢、凭信心，咱成做一个得胜的人。圣经安尼甲咱讲，你伫患难中的时阵，若惊吓，你的气力就微细。你伫任何挑战患难中，你若是惊吓，你的气力都皮出了，就无力就对了。这是圣经在甲咱提醒的哦。所以愿上帝帮助咱，甲隔壁讲，找出你的歌利亚，甲伊拍败来。阿门。对，找出你心内中迄个歌利亚，无论伊300公分，还是300公尺，拢相共。咱拢会当甲拍败，阿门。哇，这是咱的功课哦。搁过来，咱就会当来看见，咱若搁较认捌咱家己，我相信会当来倚靠咱的上帝，会当来得胜的。咱看大卫伊的眼光甲信心，看这个米伫石头后壁，这个扫罗王甲以色列人的军队来相比的时阵，咱会当知影讲，哇，迄是差真济。为什么会差遐济？为什么会差遐济？真清楚哦。咱看大卫伊所讲的，伊真清楚，以色列的军队是耶和华永远上帝的军队哦，毋是扫罗王的军队哦。虽然看起来外表是扫罗王真做王的大领，毋过伫大卫看这个百姓、这个兵丁，伊真知影，这是耶和华上帝。永远上帝的军队，哇，这有共款无？这是无共款哦。你若是扫罗王的军队，就是比人多嘛，比武器强嘛，比这勇士是毋是有超人甲勇猛无？对无？若看300公分的徛伫遐，大家就带，对无？总是大卫伊所看的，毋是伊所看的，
因这群的人是耶和华上帝，永远上帝的军队。哇，迄个眼光无共款，所以迄个信心时间就无共款呢。兄弟姊妹，所以咱看大卫为什么会当得胜，就是伊甲人的战争提升到上帝甲对敌的战争啦。哇，所以伊毋是靠伊家己咯，伊是靠上帝来得胜。伊知影这位上帝是万军的耶和华，是得胜的上帝。耶和华的军旗是永远得胜的，所以伊就是凭着安尼来较赢这场的战争。所以兄弟姊妹，诗篇安尼甲咱讲，有人靠车，有人靠马，总是愿要提到耶和华咱的上帝的名，因拢拍落去，咱拢要徛起来，而且要徛得在我。阿们。哇，这是咱的信心会当互咱的，咱的信仰会当帮助咱的。所以伫生活中间，咱若愈认捌上帝，愈知影这位上帝的全能，咱就愈知影要安怎来交托啦。惊是讲啊，咱敢若信这位上帝，就亲像一般人的感觉的迄个上帝尔，亲像甲你的关生活的关系无真要紧，安尼就真可惜，咱就袂当认捌伊搁较济，咱的倚靠就会50%、60%互伊尔，剩的嘛是靠家己。哇，安尼咱是足辛苦，敢毋是？耶和华上帝无爱咱靠家己，因为伊是咱的上帝。伊是咱的招盘，咱就爱当然来倚靠伊咯。所以，愿上帝帮咱，互咱会当真清楚来看见起来。所以，歌利亚看到这个少年囡仔，搁遐细汉，来到伫伊遐，伊安尼甲讲呢：啊，你摕这个管仔来到我的面前，我敢是狗嘛？吼！啊，你要甲我战争？啊，你摕这个管仔啊，这是毋是在牧羊的管仔？啊！你当作我是狗啊，要甲我赶走？哇！这个是歌利亚伊的骄傲，总是有影呢。伫上帝的眼光，这个300公分高强大汉的歌利亚，其实亲像一只狗对吧？而且一只是会乱吠的狗。伊毋捌上帝，在礼媚上帝，伊毋知影上帝的权能甲权力有偌大。所以兄弟姊妹，咱就会当看见大卫。伊不在意家己的目睭前所看，这个对敌是偌尼的高强大汉。伊在意的是伫伊的背后，这位上帝安那在看这位歌利亚。歌利亚讲：你把我当作狗，你举管仔来要安怎甲我拍？啊，我是刀是枪呢？总是大卫徛伫伊的面前，伊毋是看到伊的300公分，毋是看到伊的剑甲。57公斤，这个枪遐长遐大支，遐粗勇，毋是，伊是看到伊的后壁，这位上帝安那在看这个人，因为这个人有影，就照伊讲的，伫上帝的眼光，亲像一只会乱吠的狗一般样。所以这就是大卫的眼光，这就是大卫的实心哦。所以咱若会当用属天的眼光来看的时阵，咱就会当发现，原来伫你生命中即马，你阁毋敢对付的即个歌利亚，其实是足微细，其实是足微细。因为当你的信心愈来愈勇健的时阵，你就愈来愈大汉哦。你是超过300公分的勇士，你的信心的勇士的见地是赢过肉体这个。因为你的宣告，耶和华上帝就是我的君王，就是我的帮助，就是我的辅助者。那安尼，你用耶和华上帝的眼光来看你，无法度面对较硬的歌利亚的时阵，你就会当看见，原来伊是愈来愈细汉，愈来愈微细，愈来愈软弱。你会当真勇敢，就会当靠着耶稣基督的名，甲伊得胜到有存。兄弟姊妹，这就是你我生活内面，咱会当来看见、来了解。所以求上帝帮助咱的信心若愈坚定的时阵，信心若愈坚定，咱就会当建立一个信心的大汉人，信心的巨人。咱在看代志，
这个困难就会愈来愈小，愈来愈小。阿门。哇，这是咱的信仰真好的一件代志哦。所以咱求上帝帮助咱，亲像咱的教会一般样，上帝爱咱成做一个信心的一个勇士。上帝爱咱建立的不是扫罗的型的教会，上帝爱咱建立的教会是大笔的教会，是大有信心的，是面对任何的困境，咱拢知影，咱有所倚靠，咱用上帝的眼光来看目前的处境的时阵，咱就会当看见，这一切拢有源伫上帝的掌握的中间。咱安尼就免惊吓，咱照上帝予咱的智慧来好好来面对这个挑战、这个环境，总是咱会当活伫困境内面，有源充满真实的平安甲喜乐。这是你我基督徒甲人会当无同款的所在。所以愿上帝帮咱，互咱会当好好来思考。当面对各一摆挑战的时阵，你就爱来思考讲：啊，我是扫罗还是大卫？好，我是要做扫罗，还是要做大卫？我是要惊人，较惊上帝，还是我要尊重上帝，较赢尊重人？哇，这是无同款的结果哦。好，这是你我生活内面，咱会当得胜的一个关键。所以，咱拢是信心的勇士，阿门。吼，咱是信心的代表，任何的挑战，咱拢会当倚靠耶和华来看清楚这一切，无甲这困难愈看愈大，愈看愈危险。那安尼，愈看就愈亲像有歌利亚徛伫你的头前。等咱佮用信心建立家己的时阵，这个歌利亚就愈来愈微小。原来大卫准备的5粒石头啊，敢若用几粒？敢若用1粒就会当打败伊。敢若用1粒就会当打败伊。圣经记载真水哦。最后描写讲，大卫的身躯无啥，无刀啊。战争毋是用刀嘛，刀剑嘛。圣经记载讲，大卫的身躯无刀，伊只有1粒石头。伊准备5粒石头，伊只有1粒石头就会当得胜。这以色列人的百姓惊吓，这将军、这王所惊吓的歌利亚。所以愿上帝，互咱会当有一款的看见，咱会当过一个得胜的生活。马是为着交战来备班的，总是得胜是对于耶和华。阿门。咱做伙来读这段的经句来。马是为着交战来备班的，总是得胜是对于耶和华。箴言21章31节，搁一摆来。马是为着交战来，总是得胜是对于耶和华。愿上帝帮助咱，互咱伫遮会当有真好的领受。今仔日咱要来唱一条歌，这条歌是牧师真爱的一条歌。透过这条歌，咱做伙更较有信心来建立咱的信仰。我相信会当帮助咱伫生活内面，更较会当得胜有存。阿门。好无？咱做伙来起立，咱做伙来起立。心可你，在呀你会传我灵归，我亲在你是心心到落尾，恩挂红缨，恩挂屁股，有你同在我就。为
你是我的梦想，我所我靠。为真理，为真理，我在你灵魂的心里，主你的光跟我同在，你的带领我改变，你的真心，你在你到底里，你的导引我，我的梦想永远飘在，我的将来的理想中，经过这波全的上帝，我敬拜你。主你的光跟我同在，你的带领我改变，你的真心，你在你到底里，你的导引我，我的梦想永远在，我的将来的理想中，经过这波全的上帝，我敬拜你。经过这波全的上帝，我敬拜你。经过这波全的上帝，我敬拜你。哈利路亚！主，阮敬拜你，你是阮坚固的石盘，你是阮患难中及时的帮助。主啊，互阮伫患难中无软弱，无惊吓，互阮因为有信心的建立，知影你伫背后做阮的主，做阮的顶牌，就互阮信心勇敢，成做一个信心的勇士。阮就看见这个挑战，这个艰难，伫你的眼中，亲像草莓一般样，亲像草莓一般样。主啊，感谢你将这款的眼光予阮，将这款的信心予阮，予阮搁较会当活出美好的见证来。主，我要恳求你，特别阮兄弟姊妹，这个心中犹原搁有哥利亚还未面对的。上帝啊，我伫今日早起求你帮助，开伊的目睭，互伊的目睭成做一个属天属灵的目睭，搁一摆来看伊心中过去这个哥利亚的时阵，伊就知影这个哥利亚亲像草莓一般样，因为上帝你要互伊较赢，就亲像大卫用一粒石头就会当打败哥利亚。感谢你，互阮有信心较赢。透过安尼，阮要搁较侪敬拜而乐伫你的面前。感谢祈祷，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兄弟姊妹，请坐。请备办心来奉献，请服侍人员准备。奉献是回应上帝的听，甲信心的行动，请咱以感恩的心、敬虔的态度来奉献。开始奉献。咱今日开始的奉献，咱就无论咯，毋免论，互咱的
奉献的经愿，安尼摕到咱手中就好，咱唔免客哦吼，咱唔免客，奉献地咱唔免客，直接奉献就会使吼。是吼，感谢主，吼，咱即马开始就唔免传奉献地哦，吼。会众请起立。会众请坐。曙光的分享，请牧师来主持。兄姊妹，感谢主，咱会早起伫遮，因为会当照常来敬拜上帝。嘛要为着这个袂当来到伫咱中间透过直播伫厝内，甲咱来敬拜的这兄弟姊妹，我相信上帝的恩典、上帝的话语，甲因敬拜的心，拢要照常伫伊甲伊的家中间来成就上帝对因的祝福。好。来，咱来关心咱教会这个事工。咱的青少年的牧区因的聚会开始要来对，互因提早来了解金麦职业吼所以有开始来安排这个咱兄弟姊妹，这个从事无共款学业的专长的人来甲因分享。我相信这对咱的青少年。因对未来就会当有一个计划，有一个期待，伫祈祷内面来祈求上帝一步做一步，甲因安排吼所以这是一个真好的代志吼。咱看见咱这个辅导因用心来经营青少年这个心田，这是感谢主吼。好来，咱伫即马伫这个武汉肺炎的疫情中间吼，所以咱教会有几件代志来请咱兄弟姊妹来配合的吼。第一就是讲咱出入伫咱的教会中间请咱来戴口罩吼，请咱来戴口罩这个喙阿嬷咱甲扎咧，特别咱要入来的时阵，甲咱要出去的时阵，咱到这个社区的人有这个交流的时阵吼，有拄着的时阵，望咱会当来用口罩吼因为到底什么人会有这个机会吼，好验着唔知影咧吼咱是来遮礼拜，咱拢鼓励讲你身躯勇健健康较来嘛吼总是祝福咱就唔知，所以咱爱珍惜家己哦吼唔望咱会当来挂这个喙阿嬷。来出入安尼安全吼第二就是讲咱尽量若会当爬楼梯的咱就来爬楼梯这个就是要讲甲咱的社区这个住户的人会当分流出去吼所以咱来你看今仔日咱来伫一楼，敢若甲咱有一个长老甲咱讲请咱尽量爬楼梯当然咱这年长的无法度爬楼梯的，咱有缘就是爱坐电梯咯
吼，坐电梯的时阵，伫电梯内咱就莫讲话哦，好无吼？伫电梯内咱就莫讲话，若有是点一个头，安尼就好吼。因为咱若自豪伫遐出入咱会感觉讲人嘛会惊咱，咱嘛会惊因，是毋是吼？为着要互自豪会当较安心，请咱兄弟姊妹配合即个部分哦，吼，因为事实即个委员管委会已经有甲牧师伫接合即个出入的代志吼。所以咱为着遮个，咱有开小会来思考，咱要安怎来面对遮个。咱若身躯无拄好个，也是讲有对国外出转来个，咱就暂时就无来礼拜，吼，照政府的规定安尼来进行哦，吼。好，搁有就是讲，咱若即个伫外口要入来的时阵，即使若自豪的人入来较济，那安尼咱就下面保持一个距离一个，吼。保持1、2公尺一个，互伊先行不要紧，咱免赶哦，吼，互伊先入来，咱后壁较入来，若会当个，咱就甲因无共电梯嘛不要紧，咱加等一下啊，吼，互咱会当甲遮自豪，互因的心搁较安心。我其实是较惊咱啦，吼，嘿，因为这自豪就是因的厝，因有破病无破病，拢爱倒来厝咧，吼。咱是拢健康来的哦，吼，所以咱有智慧来面对遮个吼。好，所以甲自豪来保持一个距离吼。咱伫3楼、4楼大门入来了，咱就会让即个额温吼，会叫咱手消毒一下，这拢帮助咱吼。咱嘛是哦，伫即马的咱的清洁内面，咱拢有要求咱清洁的同工拢来做消毒的工作，吼。礼拜煞了咱就拢会消毒毋茫透过安尼，互下厝要使用的人，伊嘛会当较安心吼。好，搁有就是咱会像今仔日开始，咱牧师的聚会时间会减少一寡，就是主要目的就是讲，咱第一堂的礼拜煞了离开了后第2堂的迄个时间要到的时阵，吼入来。安尼较拄仔分开啦，吼，无咱因摆聚会中间离较短的时间吼，所以迄个出入就有当时小卡着，安尼人较济，吼，安尼人较济，咱咪该分流出来吼，即个嘛，互咱来知影吼。搁有就是书宪的时阵，请咱会记前头牧师讲哦，吼，即摆书宪咱有4位同工做伙来书宪，你着毋免摕即个奉献袋传，你着干那直接奉献落去，安尼就会使。吼，来减少迄个互相会接触即个物件，吼，即个拢是咱上帝互咱有智慧来思考着遮个啦，吼。搁有就是讲，咱嘛来注意咱的即个各小组长各小组也是教会的官方网站呐，遮有一寡的消息，若有特别的聚会会调整啥，咱拢会伫迄个中间提前来甲咱讲，所以毋茫咱知影，因为咱毋知影。即个台湾的疫情会安怎变化？政府的法令会安怎随时会落来，咱毋知吼。所以过去是讲1000人以上的对无？来台北市讲300人以上的，即马佫像有要调整啥，咱毋知。所以请咱兄弟姊妹随时来注意一下吼。当然咱一定会继续聚会，总是要安怎继续聚会，要安怎来调整即个牧师甲遮个专职的同工，阮一直在努力，吼，一直在努力哦，吼。所以若有正确的一个安排的时阵，一定会互咱知影，吼。安尼兄弟姊妹来了解无？吼，所以基本上咱后礼拜，就是礼拜的时间会缩短，出入的时阵，咱挂喙阿嬷，吼，尽量会当行楼梯的，咱就行楼梯，吼。即个楼梯，毋过你若迄个年纪，你真正毋捌在爬楼梯，你无倒强哦，吼！哎呀，咱若一个摔倒哦，安尼是真严重的代志，所以若无法度的，你就是坐电梯，电梯毋好坐足济人，吼！电梯若5个、6个也袂要紧，安尼咱后帮安尼大家分流一下，吼，互咱安尼会当真平安，主要嘛会当互咱的住户知影讲，咱教会有用心在防疫遮个物件，吼。互因游玩会当较安心，安尼好无？因为咱有上帝通靠因无呢，要安怎？因咧惊吓，送会当来帮衬因，
哦，所以咱体谅因，哦，体谅咱的祝福，安尼有了解无？吼，我相信咱拢会当来了解啦，吼。好，所以咱袂停止聚会哦，总是聚会要安怎来安排，求上帝互咱的牧师有智慧，啊，佮有真好的人来帮助咱，吼，咱会来做一寡的调整，吼，这个大家会当来了解，吼。好，啊，咱今仔日第2堂，咱的幸福小组就要开动，吼，啊，就要开始，啊，所以咱这礼拜开始，咱就连续10个礼拜，咱为着幸福小组来祈祷，吼。啊，咱这是咱教会报道的一个机会。你看这疫情安尼哦，结果吼，咱15组、17组要开呢，安尼会赞无？哇，安尼足赞的吼，表示讲咱真有信心。啊，平常时的聚会，咱拢小组的聚会，咱拢有进行哦，吼。啊，只是咱即摆的时班有暂停起来，吼，时班有暂停起来。啊，因为咱要缩短即个礼拜的时间。啊，所以有安尼的措施，互咱兄弟姊妹知影吼。好，来继续咱来看。哦，礼拜三今仔日第2堂礼拜三要召开赞美乐团的一个培训的说明会。吼，啊，咱伫3月24后礼拜拜2，咱游园有领袖之夜。吼，啊，咱继续为着校园天赛，这老师要进班的服侍来祈祷哦。啊，今仔日要截止咱的奖学金的申请，请咱这学生来注意这个代志吼。好来，好，咱继续为着这3位咱的兄弟姊妹来祈祷：卢前一、梁约翰、孙锦福吼。好，好，这点请咱起立，咱来吟这条诗歌，彼此来祝福。来临祝福你，平安福气满满心，万事心来充满你，祝福你，上天祝福你，祝福你，伊的面光照你，一路充满你，烦恼拢无去，事事大好。咱甲隔壁讲安尼 ，I love you, I love you, I love you。来，上天祝福你，祝福你，伊的面光照你，一路充满你，烦恼拢无去，事事大好去，一路充满你，烦恼拢无去，事事大好去。咱来领受上帝的祝福。但愿上帝伊的应来保守恁，互恁活出活入，拢得到真实的平安。互恁伫生活内面领受圣神来对恁大大的带领，甲互恁充满喜乐的灵，也互恁伫家庭的建制、工作，也是服侍中间，更较经验上帝的馈力，甲恩典满满。对这事直到永世代无尽。阿门。